Hello，我係 Frankie 啊。今日我想藉着呢份功課咧，去講下呢個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嘅一啲嘅睇法啦。亦都我嘅角色係一個LGBT 團體裏邊嘅一位社工啦。咁我做咗幾年啦，當係咁啊。跟住我嘅場景就係我去可以面對到立法會議員啊，同埋大眾嘅一個 platform 啦，去將我呢個嘅睇法去 share 出嚟啦。咁我開始㗎啦。OK， 好。各位立法會議員、各位來賓，你哋好啊！所有關心香港社會發展朋友，你哋好。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對香港同志平權嘅一啲睇法。我叫 Frankie， 係一位長期服務喺呢個 LGBT 團體嘅一位社工。喺過去呢幾年裏邊咧，我親身喺我工作裏邊咧，接觸到因為性傾向唔同啦，而遭受到唔公平啦，或者係唔平等、唔公平對待嘅事件。呢啲種種嘅事情咧，令我意識到咧，喺同志團體嘅運動裏邊咧，唔單止係一個政治同埋法律嘅議題啊，佢更加係一個關於基本人權、社會正義同埋人類尊嚴嘅議題。首先咧，對於9月份啦，啱啱喺9月份立法會否決咗呢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草案條例咧，本人表示到極度遺憾同埋失望㗎。呢個草案被否決咧，唔單止係對同志團體裏面一個重大嘅打擊啦，更加重要咧係對香港嘅社會包容性啦同埋精神咧係一次好重大嘅考驗啊！作為一位 LGBT 嘅社工，我每日咧都會接觸到性小眾啦。好多時候咧，佢哋都會同我反映，或者佢哋所遇到嘅問題，無論可能喺職場上邊啦，因為佢哋性傾向而遭受到歧視啦、晉升嘅機會啦，亦都有機會可能因為屋企裏邊咧唔理解而感受到呢個孤立無助咯，更加有機會可能係一啲法律程序上面嘅問題咧，缺乏佢哋足夠嘅保障，而令到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困境啊！呢啲唔公平嘅待遇，唔單止影響咗佢哋嘅福祉啊，更加會影響到香港整體利益嘅發展。同志平權嘅核心價值就係平等、尊重同埋包容。一個真正文明進步嘅社會係應該尊重每一個人嘅獨特性同埋佢哋嘅尊嚴，唔應該因為佢嘅性傾向或者性別而有分別。其實同志社群同埋一般傳統嘅異性戀社群一樣，佢哋都係社會上面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嘅。我哋應該喺呢一度打破我哋嘅歧視同埋偏見，製造一個平等、安全同埋有尊嚴嘅社會環境。我亦都希望藉着今日呢個機會咧，能夠喚醒多啲人對於同志團體嘅關注同埋支持㗎，能夠推動香港呢個同志平權方面咧有更加大嘅進展。首先，我想講下香港而家同志團體裏邊所面臨嘅挑戰同埋狀況係啲乜嘢。首先，香港同志團體裏邊咧最重要、最首要面臨嘅問題就係法律嘅地位冇保障。喺法律嘅體系裏邊咧，主要嚟講係基於異性戀嘅標準嚟去制定嘅，導致咧好多同性伴侶咧喺好多法律上面嘅地位都係得唔到保障嘅。第二就係婚姻嘅權益。香港嘅法律唔承認同性婚姻，亦都令到同志嘅伴侶咧冇辦法得到異性伴侶佢哋相等嘅婚姻嘅權益，例如報稅啦，又或者係財產繼承啊、領養子女啊等等。第三樣就係伴侶嘅權益，即使係同性嘅伴侶嘅關係啊，香港亦都缺乏有關嘅法律嘅知識，導致咧喺同志伴侶無論喺醫療啦，或者喺房屋啦等等嘅問題上面，都遇着好多唔同嘅困難。再加上反歧視條例裏邊，香港亦都冇包括性傾向呢一欄，令到咧喺呢個職場上邊啦，或者上邊存在着 LGBT 團體啦、同志團體裏邊一啲嘅歧視嘅行為依然係存在㗎。正正就係好多呢啲社會嘅偏見啦，亦都係令到佢哋同志團體裏邊帶來好多生活上面嘅壓力、職場嘅歧視。喺我嘅個案裏邊咧，有好多都同我反映，喺佢哋職場上邊咧，都因為佢哋嘅性傾向而導致到可能係同同事嘅關係啦，亦都喺晉升關係上邊咧受到一啲嘅困難啦，甚至有機會最嚴重嘅係被解僱㗎。校園嘅霸凌、
一啲可能好早去 come out 嘅學生，佢哋都可能面對住一啲種種嘅壓力，包括喺學校裏邊啦，因為佢哋嘅性傾向而遭受到其他同學嘅霸凌或者係嘲笑。呢個係更加重要嘅，係影響咗學生佢哋嘅身心健康發展同埋佢哋嘅學業。加上家庭嘅壓力，令到好多 LGBT 團體裏邊咧，亦都未必係被傳統嘅家庭裏邊啦去接受或者去理解，令到佢哋好多孤立無助嘅感覺，甚至乎被逼係同家庭咧係個關係係會斷裂㗎。香港依然存在着好大程度嘅傳統文化嘅觀念嘅束縛，令到同志嘅議題啦，都好難去得到好公開啦、好理性嘅討論。家庭傳統嘅概念裏邊咧，亦都只係維持喺異性戀嘅婚姻裏邊一男一女，並以呢個生育兒女作為目的。呢一個狀況令到同性伴侶關係咧更加難係受到社會嘅認可㗎。再加上宗教嘅影響，一啲宗教嘅團體或者係教會依然對同性戀保持住好保守嘅態度，甚至乎係有攻擊嘅態度啦，令至到好多同志佢哋喺身心靈上面，甚至乎佢想揾教會返咧，都係有某程度嘅困難或者受到排斥㗎。同志平權係普世嘅價值，我哋唔應該因為佢哋嘅傾向、性別認同、種族、宗教等等而有區別。每個人應該擁有平等嘅權利同埋尊嚴，呢個係社會文明我哋要堅持嘅底線。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生存嘅權利，唔應該因為性別、性傾向唔同而遭受到歧視、排斥，甚至乎暴力。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平等嘅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嘅權利同埋伴侶嘅權利，唔應該受到任何形式嘅干涉或者係逼迫。喺法律面前，我哋人人都係平等㗎，唔應該因為性傾向而遭受到不公平嘅待遇。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擁有被尊重、被接納嘅權利，唔應該因為性傾向而遭受到歧視或者係侮辱㗎。家庭嘅價值核心就係愛、關懷同埋責任，而唔係性別。同志伴侶亦都有能力去建立一個愛同關懷嘅家庭，並且有責任去承擔。就在香港嘅同志平權運動，我希望可以有啲建議，讓立法會議員你哋去睇一睇，有一啲嘅議案你哋可以去重新去審視嘅。首先第一樣就係同性伴侶關係草案條例。雖然我知道道路好漫長，但係基於一個基本嘅人權，例如醫療嘅指令，例如遺體嘅引領，喺呢個框架裏邊，我哋希望為同志爭取到最基本嘅權利。我希望立法會你哋可以重新去審視呢個嘅議案。第二點可能會比較遠啲，就係推動同性嘅婚姻合法。現行反歧視條例裏邊咧，只係包括性別、家庭崗位同埋殘疾，並冇包括性傾向。希望嚟緊嘅日子，我哋都可以將性傾向列入嚟反歧視條例裏邊嘅議案。最尾都希望為確保 LGBT 團體咧喺醫療上面、房屋、就業等等方面有同等嘅權利咧，我哋都希望繼續社會有呢一個嘅討論，讓我哋更加多嘅空間。隨着1992年香港同性戀非刑事化，去到最近期，我哋可能留意到喺唔同嘅商場地方裏邊啦，會睇到一啲 unisex 嘅一啲嘅洗手間咯，亦都係讓我哋知道咧，社會不斷咧係為一個多元嘅社會製造一個設施環境，讓我哋藉着呢個機會咯，為着平等嘅社會，我哋去出一分力。我哋每一位社會工作前線嘅工作者、立法會議員，我哋每一個社會持份者，對於推動多元文化、和諧共融嘅社會，我哋實在有一份責無旁貸嘅使命，讓我哋繼續去公開公平，去將同志嘅議題帶返去社區，帶返去立法會裏邊，讓我哋創造一個更加和諧公平嘅社會，讓我哋為着多元嘅社會去行前一步，讓我哋為着呢個多元嘅文化，我哋繼續努力去為同志平權爭取權益。多謝。